好，来继续来看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超过720万人，死亡的人数71000人。尽管这个疫情要继续咧拖，但是美国有真侪州已经伫5月初1慢慢来解封。根据着这个纽约时报的公布一份这个政府内部的文件，讲美国即摆逐天有1750个人死亡，讲会阁继续增加到6月初1的时阵，一天病死的人数可能会达到3000人。为了阻止新冠病毒传播，美国各州颁布居家令，失业人口伫短短几礼拜增加到3000万人。伫经济压力下，美国各州撮着抗议声音，要求政府赶紧解封，互因转去工作。We need to pay our bills. We have mortgages. We have family to feed. 美国真侪州已经渐渐放松防疫限制。美国总统川普初5伫参观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间烟酒有吹暗工厂的时，嘛明确表示，北极疫情工作小组会渐渐淡出。I think that as far as the task force, Mike Pence and the task force have done a great job, but we're now looking at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form, and that form is safety and opening. 川普也佮表示，组成另外一个工作小组是第2个目标，就伫美国顶下拢希望重启经济的时阵，《纽约时报》初时报道，根据川普政府内部报告，甲华盛顿大学的预测模型，拢显示未来几礼拜美国新冠疫情依然是无度控制落来。美国卫生部甲联邦救灾管理局的内部文件指出，目前美国每天新增加大约1750个死亡病例，预料会渐渐增加到6月初，每天破病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达到3000人。美国选择这时阵恢复经济，恐惊会引爆另外一波疫情。